使徒行传第2章。五旬节嘅日，信徒全部齐集在同一个地方。忽然有声对天降下来，像一阵台风吹过嘅声，充满基督所坐嘅贵剑屋。基督又看到像火色嘅云呢，分开落在每个人身上。基督全部就被圣灵充满，照圣灵所赐嘅才能，讲出别种嘅话。这时，有虔诚嘅犹太人对世界各国进来，喺在耶路撒冷。基督一听到这响声，其中一大群人出来齐集，大家感觉真奇怪，因为每个人听到信徒用其在外国嘅腔口讲话，基督感觉非常稀奇，彼此讲：你看，这条讲话嘅人，敢唔系加利利人吗？我哋得啥样办听到基督讲人自家嘅阿美话呢？我哋当中有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伊兰人，还有对米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加帕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弗里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，然后古利奈附近嘅利比亚一带地方来嘅人，也有对罗马来嘅，包含犹太人。留信犹太教嘅外邦人，另外有克里特人，然后阿拉伯人，冇想到，我哋全部聽到基督用人在外國講嘅話來傳上帝偉大嘅作為。基督兩種感覺又稀奇又迷惑，彼此問講：這到底係乜個意思呢？仲係有啲人小信徒講。這條人係就是踢到咧。這時彼得撈其他11個使徒企起來，佢大聲對大家講：猶太同胞，老所有喺在耶路撒冷嘅人啊，你哋愛知，注意聽我講，你哋撈到這條人係說酒醉嗎？唔係，因為這下晝早晨頭9點鐘，這個現象就係先知約珥所講嘅。上帝講，這係我在世界末期所愛做嘅，我愛將我嘅靈倒本所有嘅人。你哋嘅子女會先過我嘅信息，你哋嘅後生人會看到異象，你哋嘅老人家會發奇妙嘅夢。在這條日嚟當中，我愛將我嘅靈倒出來，甚至本我嘅僕人老使女。佢哋會先過我嘅信息，我愛在天堂顯神蹟，在地上行奇事，有血有火有大蒙煙，日頭沙唔會發光，日光會像血暗風。在主偉大光榮嘅日嚟來到以前，這一切全部會發生。到這時，凡求喊主名嘅人一定得救。以色列同胞啊！你哋愛聽我嘅話，拿撒勒人耶穌嘅神聖使命，因為上帝通過佢所行嘅神蹟、大能、奇事，已經清楚對你哋顯明出來，也是你哋自家的，因為係發生在你哋當中嘅，上帝照自家嘅旨意，留先見，做出決定將耶穌交俾你哋，你哋就通過不法嘅人將佢當在十字架上害死佢，仲係上帝使佢對死復活，除脫死嘅痛苦，因為死不能控制佢。大衛是講到佢，我看到主常常在我面前，因為佢在我嘅順頭，我就唔會搖痛，所以我嘅心肝歡喜，我嘅話滿有快樂。雖然我嘅肉體會死，我還會生在希望中，因為你唔會本我落陰間，也唔會本你忠心嘅僕人面踢。你已經指示我生命嘅路，你嘅同在會本我充滿歡喜。各位兄弟，關係先祖太偉嘅事，我老實老你哋講，佢唔但將死踢，也埋踢去。
佢嘅墳墓到今本日還保存在外頭呢位。佢既然係先知，就係上帝對佢嘅應許，上帝說發誓愛對佢嘅子孫中設立一個王來坐佢嘅寶座。大衛以前係上帝嘅計劃，所以論到關係基督嘅復活，佢講佢冇本人活落陰間，佢嘅肉體也冇面體。呢個耶穌，上帝已經使佢復活，我哋全部係呢件事嘅見證人。佢已經高升到上帝嘅右邊，並對家爸接受所應許嘅聖靈。你哋呢下所看到、所聽到嘅，就係佢所多本我哋嘅恩賜。大衛自家並冇上到天堂去，仲係佢講，主對我嘅主講，你坐在我嘅右邊，等我使你嘅屍體仆在你嘅腳下。所以以色列嘅全體同胞啊，你哋確實愛弟，你哋當在十字架上呢個耶穌，上帝已經設立佢做主，做基督。大家聽到呢句話，感覺真觸心，就對彼得和其他嘅使徒講：兄弟啊，我哋按樣辦正好呢？彼得老記得講：你哋每一個人愛離開罪惡，又愛奉耶穌基督嘅名領洗禮，好本你哋嘅罪得到赦免，你哋就會得到上帝所賜嘅聖靈，因為上帝嘅應許係愛本我哋嘅主上帝所呼召嘅人，就係你哋嘅子女，留一切在遠方嘅人。彼得又用千道話對佢哋做見證，向佢哋講：你哋愛救自家脫離了腐敗嘅時代。千多人接受佢嘅話，並領洗禮。今日信徒約增加3000人，佢哋專心對使徒梁書教訓，參加團契神法，分享愛嘅認識，向下祈禱。使徒行千多神蹟奇事，眾人就非常欽服。全體信徒繼續向下過團契嘅神法，所有嘅東西大家共用。佢哋要買田產家業，照特撒嘅需要將錢分大家。佢哋同心合意，當日在升天起飛，又在特撒嘅屋下分享愛嘅認識，用歡喜純潔嘅心向下食飯，頌讚上帝，留美嘅人保持和睦嘅關係，主使得救嘅人數逐日增加。